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梦，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腾顿花艺的使用越来越低，可是木艺的使用也越来越少，木艺流失变成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可是客家新传事业的工作，唔单止要传承客家的文化，同时嘛要传承客家的木艺。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我哋最資深嘅客家新傳師車飛儀先生嚟講嚟現場，有同我哋講早期一定當初慶陽去準備我哋客家嘅教材，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咧飛儀先生嚟講嚟現場。飛儀先生好，主持人也好，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車飛儀，我係屏東女僕嘅。飛儀先生，我想請問一下吼，雖然頭先唔講唔係屏東女僕嘅嘛吼，但是你這個本地都係南方人嚇。我本地其實我係喺屏東出生冇唔錯，啊唔過咧我6歲都使到種花去，6歲使到種花，啊啲種花台嘅，啊我喺啲地方有講客嘅，因為個語言天氣我係語言，佢有個乜個設計啊，設計嘅地方都有設計基本都有行業。可是等於講，你這個對南部會客化到壯化以後，其實講客化冇團係咪？係，因為我屋企人攏講客化，啊我家婆啊，我阿婆佢哋啲咩行業，啊嗰時候我求佢哋出去講客，啊我哋一直攏講客，啊唔過去學校啊嗬，因為佢下有個冇辦法講，一天都講。自己嘅母語啊，嗰時去學校攏講華語啊呢。我想是嗰段時間吼，大部分人都安尼啦，尤其係都開始講母語嘅吼，到學校話，差不多要佢自然的切換成華語，吼變成我哋嘅華語嘅啲講法。我相信喺嗰段時間，啲人大部分都會安尼。但是後來唔知嫁到，一歸來嫁到女僕嘅。好，嫁到屏東，好，如一歸到你家為啲傳承體嘅時間，後來我想到講愛去做客家新傳師一件事情。因為喺民國91年嘅時間，阿扁總統上台過後，因為講我哋嘅教育啊，一直攏講華語，啊我哋嘅母語啊，好多話客話，就可能禁止講，也應該唔錯嘅。嗰時候佢都提倡講，愛恢復一個自家嘅母語。嗰時候佢下路實一個母語教學，啊我想有一個機會啊嗬，啊我有客家人，我係咪做得出來教學那事啊？但是嗰時節嘅教學嗰邊嘅母語教學，唔像我相信唔像現家嘅一啲教材要按片嗬，又有讀嘅，又有看嘅，甚至電視上嘅有，早期應該冇按到嘅字眼吧？係完全冇，啊因為我哋佢下出來教嘅時間，我哋完全靠自家，啊佢下我都見美國，啊我哋要教細人咧。我哋一點那個方向開始，我哋想講，係咪講對我哋嘅日常嘅生活開始，包括講早晨頭啦、下晝頭啦、晏晡頭啦，啊個食飯啦、時間啦，個人來了啦、倒車安姿勢啊等，一個基本嘅生活用語開始啊。但是你講啦，比起現家來講話，民國91年來講，唔知家其實就服務嘅學校無論唔夠嘅學生嘅地方，其實我講客話嘅應該話算幾多吧？看天氣，像市區嘅話嗬，如果少，啊喺鄉下嘅話如果多，係像我家下教幾下間，啊要教屏東市嘅，啊要教一個我哋本莊嘅，啊反正附嘅生意大部分都講客嘅，佢都講好教，係教嘅個極多，啊市區嘅呢都講難，因為佢哋大部分都講好多冇都講華語，嗰所以呢家下我都想講，我用乜嘅方式嚟教會佢哋啊。張頭頭唔知個有講，因為其實嗰時隻我哋嗰度嘅佢教學嘅資源是嗰時，嗰時唔能夠自家做，可是問題自家做嘅話，唔能參考嘅資料話有幾多嚇？冇，我哋都自家想辦法去用路風尋啦，啊冇都尋到嘅書啦，佢以前有人出嘅書嘛，啊就係冇客家，我哋自家都變咗客家，自家去改，啊用客家去念出來。但是佢特別都講，因為嗰時節後冇衝勁嘅，因為更加要我哋嘅教育部冇能夠客家語言去公布嘅我哋嘅客語師嘛嚇。雖然講要用地方有的會師啊，他們還是有一些討論啦嚇。但是至少要公布嘅大部分嘅客語用詞。可是嗰時節冇客語用詞嘅時節，唔得按樣去
去吞声音嚟講，哎，他一個東西一樣念，啊，佢而家發語嘅事一樣念咯。譬如講愛一件事情，佢91年嘅時間，你係用乜個事，係用嚟去講愛嘅特言咯。本本用法語，但是呢搞我係咪？係我按搞幾段時間，我都用嘅波波摩科，自家去注音去拼到安尼搞幾段呢。啊，但是聲音有咩學親腳啊，有興趣啊，因為佢下攏規版嘅雙，規版嘅雙，係幾好搞，從幾時節嘅話，推行人哋講人哋母語運動嘅時間，係一個算是官方去指定講，一定要搞下，還是看學校嘅教狀，自家嘅想法。大部分看學校教狀，像係都市企業佢哋都講冇強迫，但是上海尤其我哋學長體企業，佢有理念嘅教狀吼，佢哋都會去實施安尼母語嘅教學，不過我哋嘅下路走嗰度學教。咁幾時節是講每一年級都有學上，還是講高年級或者中高年級嘅時候有上嘅母語嘅教學？佢下一開始有新嘅教狀，佢哋都1到6年生都要開。啊，嗰時我哋一教嘅話吼，如學教如看喺嗰度辦咧，如差唔多2個呀3個先生來教，啊喺嗰時候都一個先生1到6年生嚟教。但是吼，因為我哋講一年生，比如講低年級啦，吼中年級、高年級，伊哋要吸收嘅。我哋講內容冇共樣，其實係要分，譬如講低年級要教乜嘅，中年級要教乜嘅，高年級要教乜嘅。有啊，我哋出嚟設計啊，因為講低年級嘅吼，佢哋還講唔曉得，都搞佢哋創圖業。創圖業。因為佢下也冇6年代，有啦，有最早嘅傅明雄先生吼，佢要做，我哋都用夾個6年代嚟教，生也親愛創，教佢順他教佢哋跳舞，去解編舞。嗰時候也個一看攏我哋看我哋設計。我哋想講中年級嘅話，都講難一些。我哋會想講，那道詩，那段用語適合佢哋中年級。高年級嘅講難，都做記嘅，教佢哋講記嘅，甚至呢講對話，用對話方式來教佢哋啦。像以前同人哋節目地方有訪問過其他演師、行業宣傳師嘛，吼，伊哋嘛講到講，因為幾時節頭，因為他個人都冇資源，他個人自家做教材。嗰時都變成講，教學嘅內容同方向吼，有時係聽到先生個人，你伊個特色，吼，冇得講伊教學嘅內容。嗰時有啲演示，比如講高雄市吧，伊哋如果有一啲算是他個人互相交流嘅一個協會，吼，協會裏邊，他個人可以去互相交流講，即個教學嘅方法啦、內容啦，冇得講冇叫我研習啦，吼，係一樣去教啦。其實係屏東也有人嘅協會，冇有安尼他個人交流嘅機會冇。佢一開始嘅項目，你咪下後面都安尼唔錯，大家吼攏係摸索階段吼，變到講安尼跌跌撞撞，唔對安樣嘅做個好，佢下我自家都同大家所有出嚟教嘅先人，都來成立一個客家教師協會，佢下我哋冇正式成立，我都一個小團體，我哋都會請時間，大家互相討論。有嘅資源我哋都互相分享，順道提點講，我哋用乜嘅方式嚟教。像一個拼音，佢下一開始我哋玩啲嘅時間，都用波波摩科，後來都好有個特別嘅莊成院校先生，佢都下來教，都高雄教講一個拼音，我哋都佢下都開始啲波波摩科開始，佢教我哋教嘅呀，用講也幾完整，我個其實我係拼音嘛吼。也有教4年咧，練得真強。嗰時呢，我都感覺真感謝一個莊成元秀先生。佢也好都教我也拖，我都將佢也拖，在個規量嗰度本身嘅唔單止好學，其他先生也好教，學嘅真強。嗰時我訓練真多一個試驗比賽全國嘅體育嘅啊。佢幾時係用嘅嗰種拼音嘅方法，係用人哋波波摩科去改良，還是講用人哋見教嘅，人哋講羅馬拼音去改良？用羅馬拼音改良，有寫英文詩。英文詩因為一開始嘅時間，算係一個陳先生，佢真有心，佢也做，無真係做到唔會差。我要將佢也分一個拼音嘛吼，我再去改良越簡單。本身人咧，嗰一個先生吼，更加。嗰隻學會安尼。嗰時初期你幾時用嘅羅馬拼音叫更加啊？但係客家語人去功夫嘅羅馬拼音有差別嗎？差唔多，差幾隻字嘅天然。其實一套吼，真是幾簡單。我教細人有哪一學教安尼，
试教咩？我都等然期咧，我要开始教诶。生意学过教，因为他生意拢要学英文，我说一看那是有啲诶。太有啲嘅，係啊！你尤其是看到羅馬拼音以後，你像有啲我哋以前發唔出來嘅，嚇，譬如講嗌嘅嗰種有國語嘅，講我哋講注音符號吧，根本唔得用那個字以前嚇，但是你更加用羅馬拼音嘅話，你睇有啲講哦 NG， 好都發嘅音嚇，安尼叫嘅，他嘅聲音都啲嘅，可以看到 NG 都啲，而發嘅音，嗰種其實。我哋講拼音嘅推出啊，哈，你像我哋嘅注音符號一樣，對於啲學語言嘅學習來講嘅話，真是改善改多嘅嗰種語言是上面嘅障礙。但是吼，其實其實一種拼音法嘅話，有特別針對講，譬如講我哋講嘛啲，我哋有西音、有北西音、南西音嘛，吼，佢其實拼音法有特別針對我哋南西音，有一啲拼音法，還是講其實全台灣其實係那一種西音嘅拼音法嘛。一開始係搶一種，較後佢哋咧反映講，先生，我哋唔要安尼講呢，我哋想係要好有分南北西煙，我哋再個分開來，都全部用我哋南西煙呢，北西煙呢，我要選擇帶，你先嘢講，喺北西煙呢樣講，喺一般地去北部去嘅，唔得當第二樣嚟講。唔單止講我哋嘅發音有意思是冇缺用啦，嚇，其實我哋嘅用法。有伊個東西嘅用法嘛無同樣，譬如講我哋咧樣板啊，你講樣板啊，伊哋有時候講實驗，係。嗰時有啲言嘅東西唔單止係語嘅問題，吼用詞用法嘛冇同樣。嗰時幾時只唔知咁冇睇一篇，去同我哋聲音嚟講出南北無同樣嘅一種生活習慣嘅問題。有，因為後擺像我哋有乜嘅年節去啊，嗬，啲年節後擺創業方式有咩無同樣，嗰時也就攏會選擇大部。同生嘢講，不一定喺呢擺將來睇戲，都有可能去北部，去求學啊，佢哋能了解。睇啲字眼改劇的一啲人台地方，我哋咧非遺線上嘅用嘢嘅一啲方法，包括同我哋客家嘅一啲文獻啊，我哋客家資料變成其實係教我哋聲音嘅母語教學嘅改創業嘅啲基礎。首先喺我哋香港同埋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內部嘅車非遺先生，同人講早期咧準備母語教學嘅一個過程。我想問下非遺先生，因為其實母語教學啦，應該講我哋咧客語嘅教學，亦都更加嘛有10多年嘅，嚇，都以前冇教材，嚇，冇拼音。好冇資料，都更加我哋慢慢地有一啲行業嘅一啲專用詞嘅功夫嘅嚇，咁嘛有啲標準嘅拼音嘅方法，同時嘛推廣嘅嗰度嘅我哋行業認證，嚇初級嘅、中高級嘅，嚇都更加高級嘛有嘅。但一10多年行過來以後，唔知解會發現到講10年前，我都講10多年前教學同而家教學有乜差別？差幾多？因為我教咗差唔多20年咧。佢下慢慢出來吼，冇教出來咪去甲編，編差唔多5年過後，一個出版社一定都有出來編，有用啥物出版社，我哋會去讀，佢下學校有一定會推銷，學校都喺我哋去甲讀教材，我哋讀適合去甲嘅。但是呢，佢哋佢下攏用北西煙嘅強，冇我哋南西煙強，不過我哋咩學教啊？教嘅時節，我會推學生嘅講，我哋南西煙唔係安尼講，我會再加強，係提編順會加注，係提講，我哋南西煙嘅講法係樣講，北西煙樣講，唔怕，我哋兩種都好。喺一般人睇嘅，有機會去北部去嘅，唔定咩談嘅事，咩曉講。我哋南部嘅我哋咩保留啊，故所我哋南北西煙就好，聲音輕容易接受啦。佢下處滿聲音咧，客家話個會講。嗰時佢哋學起來，我哋教學也真好教，也可以願意接受。除了教嗰個有教材以外，我哋去個會設計，甚至一邊一個童謠也得，講念謠，短短的念謠安尼。
但是头先我哋有讲到讲，因为其实人推无去哦，种处处忙啊的呢，生意呢，吼，比如讲除了都市镇地部的生意呢，可能客话讲得无安多，吼，但是比如讲的新东市啦，吼，女仆来讲的话，其实生意呢还是可以讲客话，但是施工人后诶，其实更加我讲客的生意呢，应该唔单止讲都市的生意呢唔多，我讲客，应该连人乡下的生意呢，讲客嘅嘛无几多吧？嘿，因为遐后生阿爸阿妈啊吼。其实拢讲华语的，古说今日生意拢讲华语，规迄副卡吼，生意规迄副卡迄个拢讲变了华语，变了我哋教学迄个困难度如果大的，啊，毋过我哋还是要教，但是有得啊，迄有屯阿公阿婆乡下迄个生意呢，拢往过要讲，啊，过要讲的呢，我都请个到，往过要讲的训练佢哋演讲、朗读，啊，嘅迄拼音学个国好诶，我都训练佢哋参加诗行比赛，成绩拢唔会差。可是像安尼问题的话，先生这个看到研究，你看到个安尼问题，应用会解决咯。迄讲爸爸妈妈叫下朋友来教下，还是讲你像安尼更加讲，安尼讲沉浸式的教学，嗰种安尼所有的教学内容，你用客话教，迄真是安尼讲，我个好下。其实用安尼客话教啊，吼，好处个大。唔係講像用點滴咧，吼，遇到幾隻事安尼教客話，咁樣效果唔大，因為我長期教，我用安尼演變，啊講我要訓練生人咧，啊有個生人質好也唔好，我哋自家啲，啊教到啲講，哎呀生人學習能力好啊唔好，像下我要提高中教，啊高中教遇到生人成經先考嘛，啊我問佢哋講，唔係客家人也好多年，啊有生人講我係好多年，啊講啊唔能用嚟學客家話咯，佢講。冇啊！我想講學家一種語言，啊唔過呢，佢哋學客家話能力未改好呢，真腳都學起來。嗰個嘢細年嚟佢本身嘅語言未改時有啊。咁你高中嘅師資拉擺下，因為以前國中國小差唔多有時時常攞做2-3套嘅，佢點解再把高中說入來話，按你按你師資係算拉擺嘅冇？唔啦，因為一下嘅學費佢哋教育部佢哋也有睇開始睇考入嘅。高中的職業教師，啊，唔過真是考的高的啊，吼，可能數量還冇幾多，啊，以下都講有得先讀，有得先讀落去，啊，迄新人本身的資格拉擺法，教出來學生因為唔會差，啊，但是我感覺以我本身感覺講，也個師資唔係講唔考高的，也個教學能力都幾好，我看新人本身有安尼心喎，有安尼樣講。資歷啊，資歷，也個教學嘅經驗，啊，教出來學生嘅嗰種成就都咁無重要。但是同時還有啲問題，我觀察到講，從頭先我哋是以前都講到幾件事情，都講，從唔到高中以後出來係先修嘛吼，但是有啲學生嘅可能好容易怕學幾路，有經驗嚟學都可以，但是問題係可能係一成年體白接觸到客話。咁而家教育嘅，而家教學嘅方法，我同人哋教細年嘅，咁比如講小學啦、國中嘅教養下，還是講因為嘢太嚴咧，嗰屬於用一種無教養嘅嗰種教學嘅方法。雖然講而係教學嘅係基礎嘅客家話咯。因為高中吼，畢竟啊吼，佢哋對於一個英文學習已經有一定嘅長度嘅。啊，我都對拼音開始，啊拼音一教下去，佢哋馬上都曉得。啊，因為我哋語言嘅東西啊，你講，我都教佢哋念課文，課文念家己編，佢哋詞言都像我哋啦，講話講久嘅，講家己編嘅都念語言，嗰時佢哋學客家話冇乜嘅問題。嗰啲時間唔等去教我哋啲母語嘅時間，我幫我哋譬如我南部六隊文化講一啲人哋教學嘅內容。冇啊，因為我哋一節課底背啊，吼，有50分鐘，啊我會分差唔多3團去教學生嘅，一團都教一個客話，一團都教文化，一團都教平常時我哋日常用語。啊，你本身人咧學習個夾，像我今年提拔去教高中，啊，佢哋學生我問佢哋，我講，咁唔定一學期要學到客家話冇？佢講要學到幾多？我講，咁唔總話上我度學咯。佢講要到係客家人，啊要到講我唔係客家人，啱講我講客家文化該學，我上嚟學。啊，結果我講，咁感覺以前小學到初中學過客家話，因為同以下學嘅有差別冇？啊，有啲學生喺度同我講，佢學2年，小學學2年，但是國中冇學，啊一下來學，
佢讲学2年的学法，冇呀，学个安度。哦，安尼哦。哦，你等于你讲，其实唔好讲伊比伊迄高中生体白学客家话，吼。虽然讲中间有团体啦，无你讲有的高中生可能体白这种客家话，但是用某一个适合高中生的一种教法方式，其实伊的吸收的能力嘛会几强。嘿。哦，咁说安尼讲来话，其实唔单止讲睇我哋的小学，我开始去慢慢的去增加我哋母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时数，其实到高中的时间还是可以临时做得。做得的吼。其实啦，我感觉欣赏本身的教学方法个方式个重要，而且搞设计，唔好让本学生个更加好起啦。讲唔会闹呀个客家话呢。安尼读好人也都咁多几心哦。那你像我讲，有啲位，比如讲睇学生、高中生，以下嘅万些是冇读过，冇其实冇听到学客话。他也是一样，你讲他也是那个学才，他嗰度还可以才得出来。他安尼经验来讲嘅话，其实假如真的有心嘅话，也还是可以慢慢的养过来的吼。唔单止讲也好容易冇到嘢行业，系啊，伊有心嘅话，就可以养过来。个主要本身欣赏，而且个课程设计最重要。你本学生嘅方法嘅，要学一道东西，本佢哋感觉讲，那学客家话唔会吵哦。學起來有成就感，唔會枯燥啦，唔會感覺到鬼ví人嘅嘿。其實生嘢都有啲學習嘅動機。我哋今日現場有帶一啲我哋嘅知識台別學再次移民嘅發展同歷程研究。我想問下飛先生，當初一本係人嘅論文咩？係我論文。其實是我想到一做別學嘅一啲移民嘅一啲事情。因為我本身都別學。哦，你別學，可是講即係我講唔係你培養嘅嚇。因為我哋萬世吼，我講嘅電腦使下嚟屏東，我哋屏東出世，6歲人使去彰化，嗰時候我哋喺彰化有攞到一個學歷強嘅，因為我求嘅人都學歷強，嗰時候我哋對一個語言方面我哋個了解，還有一個別學嘅語言嘅嗰種情形啊，我哋也個啲啊。係因為嗰時就有一陣嘅時間，其實佢度北部嘅客人嚇，都因為工作關係，都使喺我哋南部。但是佢貼片嚟講，亦係以雲林嘅，我哋講林內鄉同刺桐，當初我想用兩個鄉鎮來做研究嘅一個重點。因為我哋教書啊，唔仲去教書，佢都講我係別學，講你我有提講我熟啊，佢哋啊，在提嘅林內，但係刺桐也是係。佢講佢到嗰度別學，佢講佢當地，嗰時佢講家一個可以做哦，因為一部分青少年哋講，要別學提佢到學，因為一個屬於好多提前嘛，佢都講，咁無路唔去佢做，我都想講有咩好呢？都按你做。咁你花幾多時間去做一調查？2年半。2年半。嘿。可是2年半是民意來去，還是講要睇佢喺了一段時間去做資料調查？因為我本身行去教學法，我都利用我都課程去擺啊幾日嘅，都一禮拜2日，利用2年時間去做田調，去訪問嗰度別學，別學都我去做記錄，唔單止安尼哦，我話請時間去嗰度戶政事務所去查佢哋嘅戶籍。嘅下還冇關安嚴嘅時間，我流量嘅向嘅戶政事務所嘅戶籍謄本每一頁我都研究嘅，我都將嗰度有到喺日本時代呀，我都記錄下來，嗰時候都做出一本書啊。嗰時話你真是雖然花2年嘅時間，你南北來飛飛，但是其實嘛，花幾段時間呢，伊啲北部移民到我哋嘅中部，伊啲再次移民嘅過程做一啲幾好嘅一啲記錄。嗰個對我哋節目地方，我哋發現啦，講我哋非先生唔單止對我哋嘅母語教學有心得，同時亦對於而家嘅北部移民嘅一啲背景，其實嘛有幾多嘅了解。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故事猜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今日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内埔嘅车飞仪李先生，同我哋讲，伊哋当初去教我哋嘅高中嘅母语教学时嘅啲歌唱。我都想问一下飞先生，因为其实我哋第讲，唔单止做教材嘛，吼，那同时嘛做幾多嘅，譬如講朗讀啦、演講嘅啲教材，同時嘛出咗一本書，係咪？嘿，我同我頭家鄉下出咗一本書，係啲我哋嘅瓷磚茶練了過嘅。咁一本書當初，我想伊啲講，伊啲想法係樣，怎麼出一本書咯？因為我哋長期，尤其我頭家吼，佢好寫文章。我想，伊就寫按多篇文章嘅，我哋又不是會參與一個行業朗讀歌嘅寫嘅吼，又本身嘅念，我哋就按多文章，後面做啲熟悉起來出一本書，讓大家去看去練習安尼。從一般人嚟講，這年嘅朗讀歌嘅啲創作來講吧，朗讀歌一件事情有特別嘅要注意嘅冇？其實冇，就係講唔要寫成法化嗰種內容，本身嘅念起來安尼，你講個深刻，唔可以講念起來人家又聽唔識，唔記乜個意思，都用我哋平常時口語化方式寫出來。都像我哋成法上，大家讀一讀，一聽到就講，又嗰種我哋要經驗過嘅歌唱呢。但是譬如講朗讀歌內容學出嚟講，要個口語化一啲內容以外，咁嘢內容要講譬如講個神氣啦，或者講個聲音啦，還是講要特別講用嘅朗讀歌，其實係大部分人會少難以用嘅呀。有我哋一般我哋會分小學嘅、初中、高中，還有三飛組嘅，睇人念嘅，睇人看嘅。哦，還是要分組。係要分組。咁睇人念嘅人內容，我有冇個差別咯？一個內容都個層，用詞嘛個層，用詞用語啊，嗰度我哋細人嘅佢哋聽唔識嘅，嗰時候寫細人還細人嘅文章啊咧，冇同樣。嗰時一開始嘅時間，喺寫嘅朗讀歌嘅時間，都已經要分講，係本身人讀嘅，我冇如果睇人讀嘅，冇沙飛組嘅讀嘅，內容嘅長度都會先分出來。佢像日本你啲朗讀歌嘅話，伊平常時喺做段即個係成分內容，還是講我哋會看段，譬如講報紙講今日發生乜嘅事情啊，或者講今日他跟人哋關係乜嘅事情，你從伊個議題會讓人結聽咯。佢嘅朗讀歌佢要分安尼成法上嘅啦，亦係語文方面咧，亦係其他，我哋都想講本身人嘅思考呢方面咧，成法上嘅，大家都經歷過嘅嗰種，安尼做得你講時口都講得出嚟，好個簡單，見來都見難，尤其到高中去嘅都要難度嘅，因為到細人嘅佢哋畢竟啊，要學過研究嘅學法，又個語文能力要一天嘅長度，又個要安尼長度，當然我哋寫內容要咩要長度啊，尤其要到三飛組去嘅教師組去要講難。但一般來講，發初咗我哋先生嘛，要講到講，譬如我哋啲副先生要會寫文章嘛，嚇，咁文章同朗讀歌有差別冇？有差別。差別喺哪裡？因為朗讀歌畢竟個文身，要到寫用語冇貼圖。因為貼圖嘅話吼，呀朗讀歌成我標出本，其實我煩。係啊，個本人聽到我要按圖嘅話也寫出來，我本人批評，嗰時候我哋會煩。尤其學教學生嘅學嘅東西啊，而家語言方面，個爭嘅，個爭嘅個樣講，個善良嘅，個優嘅，個優質嘅啦，三飛組比較都會改一些落去，教師組嘅還是有一些冇同樣啦。但是對啲人講，我哋朗讀歌地步，佢會顯出個良善咧，嚇，然後詩個我哋講用詞個正確嘅，嚇，唔像我哋啲文章地步可能會有幾多成法是地步太細啦，有時候講壞話啦，有嘢罵人啦，嗰種東西變文章地步都變成有文章係啲佢寫實嘅一啲文章，嗰種係咪差別啲啊？有差別。因為寫一個朗讀歌吼，畢竟像我哋平常時各有講道嘅啊，唔免罵人嘅話，但是呢有個時機，時機話變落去聲嘢要講起個語言啊，甚至呢個興趣，安尼又講起安尼個神氣樣嘅，佢哋都講起會，又會見到講更好。其他呢一個年期嘅時間，我哋都比較適合去分啦，安尼分大家，我要差別講，
也讲到也吼，多带成长途多耐。咁像即個屯人嘅先生，其實已經是按到做文章嘛，吼，然後出嚟按到種嘅朗讀講，咁很樣嘅一種內容，那麼書嘅睇下本書點樣咯？其實我哋愛出書啊，吼，我哋有冇去大家個嘅做特別嘅書好冇？因為也畢竟書啊，可以留本大家人看咧，本好多人去學習嘅。啊，人家文章沒有一天嘅長途啊，唔係講凊彩寫都做得。啊，有到冇真係寫一個圖嘅個材啊，吼，我哋都偏題，都冇表現去嘅。因為之前他哋留過一本書，係佢貼喺咧，而後背有一啲可能算是講朗讀嘅一啲部分吼。咁人哋今日現場，可能都請人哋菲先生同人家朗讀一篇文章。以下我要念嘅係家養，初暗部。我有報夢到呢，苦定創嘅，行體無堂空嘅神樣。3年呢，我千想，按舊無看到，唔知唔睇天堂路向，高得刺眼目。21歲做嘢嘅後生心求，嘛個都唔曉得，求實嘅做下係手籌措嘅，做飯嘅時節。唔會其他變順搞藝，唔講少量就辦嘅草芥，翻就煮嘅熟，炒青菜要用辣火，金槍嘅生木將會食顏色，炒玻璃菜要先將蒜頭傾香，食起來噴香又順啊，中湯要將薑麻，看唔會有香味，還有做頭做面要訴求強力。提做下肚將東西要強手強腳，唔好提重提太重，希望會本做緊嘢激發咯。公園過節精神擺闊，唔會帶我去廟方創業，順勢學拜生意。唔講做有肉嘅東昂，變成在邊嘅村，乾頭抽成。用3成也係5成都做得，所以較要緊。瓜子嘅下唔出講，就係準備生意，辦落有芹菜、蒜泥、芥筍、豆腐乾、紅板、白板，一條東西全有佢嘅講究同代表嘅意義。芹菜係教子孫愛勤儉善忙，蒜泥希望子孫會做會順。芥筍祈求子孫世代綿延，實作豐容，有時有存。豆腐乾代表子孫為果乾着顯，還有紅板，就是代表家運風祥吉利。擺白板希望事業發達，錢財無斷。瓜子嘅時節，愛做風有法，將紅板、白板變成生意嘅良片。整3到9個後，自拋嘅開開來，變成木櫃後背，愛打嘅下唔就太上險。後台發咯，後台太發財，子子孫孫太發財。嗰時睇下文章點背後啊，但我發現到講，雖然係講我哋去反映講自家嘅家養嘅一啲文章，但是睇下過程地方，其實納入嘅幾多我哋咧客語嘅用詞。好，同時行業嘅風俗，同我哋行業嘅風俗、行業嘅用詞，嗰種雖然你拖係雖然有啲主題，但是有啲主題嘅內容地方，對我哋來講嘅話，其實哇，米得蘿蔔重點，米得蘿蔔重點，因為有啲名詞我哋更加冇得用嘅，好冇都講我哋更加唔點樣用，好，甚至講有啲風俗，好，嘛變嘅地方。我嗰陣我想講，從你嘅文章，你當初喺寫嘅時節有特別安排過？冇，其實啊，我喺寫一篇嘅時節，如想以我哋生活咧，真是我哋去創業去瓜子，家樣嘅教藝，樣嘅教藝講，我樣嘅創業，我打字拋嘅，我樣嘅講，攏有。嗰時候我都將佢同我哋講嘅話記錄下來，因為我想也係幾珍貴嘅。
迄无记录下来吼，下一摆拢无人知的，无人晓得的。因为像上一摆我哋在访问德福现场的时节吼，伊在伊在弄出一篇文章的时间，我都发现到讲，有文章里边把一件物嘅一个观察讲个一定有。吼，佢当然地方嘛，几多我哋已經冇提用嘅一啲名詞，吼，比如講佢東西係乜嘅東西啊，咁樣。而雖然講係你去形容伊啲物嘅，但是伊嘛把幾多名詞嚟記錄下來。一篇文章嘛係，佢想嘛係雖然講係伊啲經驗講啊，人哋講用嘅一啲文章地方，但是伊也要記錄嘅方法嘛，佢要。好，對我哋用嘅生活地方、建築地方上面嘅擺法。同是上面基片的一啲染法、擺法，嗰種從按要嘅一種寫作嘅方法，係自己本身都，跟我講，你即個記錄嘅時候，都記錄好多按要咩？係因為佢還要寫朗讀稿，朗讀稿佢有限800字以內，我哋都先寫初稿，初稿寫迄個過後，當去刪，冇按重要，我哋都要刪嘅，存到個重要嘅必須。嗰種還是有加減啦。係有。上個節目咧最晚學我想請分享先生，你講，咁唔對未來咯，唔知講我演義講接下來嘅人哋行業嘅一啲教學嘅方向，我行到哪啊？因為我哋客家話話吼，喺無在我哋繼續經教下去嘅話，可能漸嘅，吼，愈會無睇。啊，畢竟我哋一項年紀也有嘅，啊，我哋想講，我哋所了解所知嘅，還是要繼續教下去。本日嘅後生人，當地講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嗰種年代所發生嗰啲事情，還有一風俗也到吼，本後生人了解，因為我哋講幾多，本佢哋都加記錄起來都錯嘅啦。喺無啊吼，有當然佢哋咩唔知啊，我哋喺無講嘅話流傳唔下去啊，我哋講幾多都算幾多，流傳幾多都算幾多年安尼。20年前睇伊哋過自然過社會伊啲情形下，我哋非常欣賞，因為我哋學業一條要傳承下去。可是喺20年前，又睇伊啲自然過社會情形之下，都開始教我哋嘅學業。一直到20年後，今日雖然我有過我哋過多嘅資源，但是我哋非常欣賞對於傳承客家文化，還有傳承學業一件事情，還是會努力地做。因為過感謝我哋非常欣賞，我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人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聽我哋欣賞來橋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